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你讲台语。迄天去台北市立美术馆看西奥塔齐哈鲁的展览，伊是一位出世伫奥萨卡的艺术家。一开始，伊学的是油画创作，但是伊渐渐感受到家己画的技术无法度甲其他连摆架开。若是安尼落去，就是为着画尔，完全无创作的趣味。所以伊开始试无共款的做法。因为艺术阁有用多元的材质去创作。后来，伊主要使用毛线这种素材，因为毛线的平暗、拍角、长气，这甲人的关系是足相共的。红色代表火，代表人甲人的关系；乌的表现暗时的天、宇宙的感觉；白色代表单纯，啥物拢无的开始状况。伫日本，白色用伫过心，所以嘛有结束的意思。入去伊创作的空间，你会知影艺术家的心，知影伊是安怎用伊的方式来治疗家己，用伊的方法来关心别人。有的人会感觉艺术看拢无，其实艺术家只是用无共款的方法表达伊的感情。你若是人，一定看有艺术。这场展览到8月29号，要看的朋友爱赶紧约哦。